二公子，皇上，待处决了雪衣居士之后，这平西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微臣待家父，谢皇上恩典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怎么了？待会儿行刑的时候，千万别有所动作。此话怎讲？大家发现，今天这下面好多围观的百姓之中，有不少都是宫里的侍卫假扮的，领头的就是索图索大人。那，看到了吧？戴胡子的乡绅模样的那个，那就是索图索大人啊！不好，看来皇上坚持要杀雪衣居士，正是为了引蛇出洞。我该怎么通知师傅他们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去刑场旁边去看热闹。胡闹！万一人群中有刺客怎么办？那岂不危险了？回来，在朕的身边待着。皇上，时辰已到，行刑。这时辰到，行刑。慢着，我还有话要说。来人，把他押上来。这。慢！你又要干什么？皇上，有刺客！有刺客！保护皇上！有刺客！大师傅，一会可以应对，我们不要暴露了身份。哎，住手！干嘛呢你们啊？我都不认识了，把他说去。哟，索大人啊，怎么是您呢？石叔姑娘，皇上是怕这法场里面有刺客，叫我们悄悄的埋伏着。你说你这么一闹，你看我们都变成刺客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来，皇令你，都是自己人。把刀收好。没事了。注意警戒啊！没事了。石叔姑娘。哎呦，大人啊，您这胡子没粘好啊！哎呦，我这么一闹，爹和师傅们应该趁机下手才是，怎么不仅不动手，反而撤了？石叔姑娘，你看我这胡子给您摘掉了哈。石叔姑娘，你这倒是瞧什么呢？没有啊，我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。可疑的人？对。